来有一个小姐到医美诊所去做电波牛皮的手术，结果麻醉出意外往生了。所以乡亲啊，咱对麻醉的安全要真重视。到诊所的整形外科医师经历写讲是南口中家病院麻醉科的主治医师，结果麻醉医学会出来澄清，讲这个医师不是会员，并无专科医师的资格。另外，要过来提醒着乡亲。开刀除了手术的同意书，还佫签麻醉同意书。上重要的是，开刀前一定要确认麻醉医师有伫现场。想要变水做医美，所传出手术失败救袂活，互真侪民众开始伫咧关心麻醉安全。头一步就是看医师敢有麻醉专科的资格，结果民众佫真正发现有问题。这位伫咧诊所的整形外科医师，经历上南口中间医学中心麻醉科主治医师，结果麻醉医学会出来驳回，这个医师不是会员，无专科医师资格。刘美诊所嘛解说，是因为网络拍唔到去，看甲顶打去，嘛已经随改过来。对，我们已经询问过林口长庚的麻醉部主任以及学会，我们已经确认他不是诊所，他会有一些要有张贴这个专任或是兼任的那个牌照。医师讲，有一定规模医美诊所通常拢会聘用固定的麻醉专科医师，大规模的麻醉技术团队可能有5回以上伫咧轮替。小诊所编制是固定1-2回，做工课内容和病院内底拢共款。只不过，若是想要避免麻醉意外风险，医师嘛提醒这个事民众一当特别注意。学术上来说，完全没有舒眠这个用语。舒眠麻醉是厂商的话术，鼓励消费啊，或者是让他们忽略掉，其实所谓的镇静麻醉，它也是麻醉的一种。除了爱注意卫生，民众佫有另一方法会当保护家己。除了手术同意书，还佫签麻醉同意书。下面有麻醉医师签名，上重要的是手术前主动问，确认麻醉医师嘛在场，每一个细节拢是关键，加较注意的，就当减少意外发生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